后来刷来这个婚姻的伦培国小举办着新住民语言夏令营，因为有疫情，所以改用网络学习，互囡仔自细汉就会当来培养着基本的东南亚的语言，嘛会当来了解着东南亚的文化。越南的新住民老师对电脑迄边学生讲解基本的越南话，为了要有上课的过程更加活泼趣味，这个老师杨加心准备真侪物件。台湾的新住民人口这几年来是愈来愈多，为了培养囡仔的国际观，伦培国小为去年开始就办暑假新住民语言的夏令营，因为疫情影响，今年险办未成，尾也是改做网络来教。那目前学校开设的语言有越南语跟印尼语哈。那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哈，老实讲，我们一直想说要怎么样去开设了哈。那还好，因为前一阵子哈，大家小朋友大部分都已经具备了线上学习的一个能力了。杨家新老师讲，虽然头一摆用网络教越南话，不过学生学了嘛真趣味。我还要多用一些心在它上面检查他们，就是看看有没有做好啊，还是有没有注意看呢？今嘛培养囡仔有这个东南亚语言的能力，嘛变成一种趋势，嘛期待讲这个囡仔在这个夏令营内底学习到丰富佮精彩的越南文化。